行政议会今通过国防部提出的强化防卫韧性特别条例草案，未来8年要投入1.25条杯7大类的武器装备。国防部长郭立雄也证实讲，这采购项目已经和美国完成初步协调啊。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呼吁在野党强调和平是靠实力得来的。 行政议会日前通过国防部提出的强化防卫韧性和部队枪战略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暗算未来8年投入1.25条，采购7大类的武器和装备。行政院长杜英泰阁亲身参加议会了后的记者会，呼吁在野党爱看清事实，审慎了解今麦局势。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哪有党？此时此刻应该抛弃政党的成见，以国。 以家为念，而真正的和平是靠实力得来的。已经跟美国完成初步的协调，获得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正式提供采购的项量、报价资料以及交易的期程等等的资讯，来说明美方确实是有供售的意愿。这摆特别预算筹购项目是包括精准火炮、稳定精准打击飞弹和无人载具含机反制系统等7类。这篇基定是对2020年到2033年。美国国务院表态表示讲，真欢喜看到台湾宣布新的国防特别预算，支持台湾得到关键防卫能力。但前总统马英九在面册发文批评赖总统，等于宣布台湾进入准战争状态。我买灭火器保护我的家，你说我进入了准火灾状态，难道是你要来放火吗？就在大家想要熄火灭火的时刻，为什么我们的赖总统却又想要点火、想要玩火呢？另外，国民党团是强调讲，未来严格审查军购特别预算，但嘛要求进前演前的军购，要紧甲美方争取更到位。专家是建议国军采购武器装备，应该对国防军联合作战的概念去拟定。 是不是能够跟美方争取一些我们本来就想要的系统？当务之急是所谓的这个 F-16V 的这个采购，战力上已经造成了一些所谓的间隙。在两方的关系持续紧张的时阵，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海军上大军舰奥特亚罗瓦号在11月初5正罕见通过台湾海峡，传出在通过台海的期间，和中国军队对中监控。不过，纽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是回应讲，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行使的航行自由。记者综合报道。